当时后生被质疑嘛对咧访问台湾有商业目的。另外，美国媒体报道，拜习通话习近平有透露无意对台湾开战。台海紧张，美国即阵和咱国签订爱国者3型飞弹监测合约，开25亿，后期4档半要提升国军的空中战力。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陈伟明，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每讲30分钟，和你请做国际新闻通。另外，看到美国前总统 Trump 在Florida 别庄最近被这个敲诈 ，Trump 甲支持者拢批评这是政治对杀。另外，美国司法部长 Garland 昨日就表示讲，敲锁令是伊来批准的，嘛真罕你看讲哦，伊要求法官甲文件拢总公开。另外，昨日伫咧俄亥俄州联邦调查局这大楼有一个查甫人想要冲入去，逃亡的时阵被警方开枪射死。FBI 探员伫个现场戒备甲搜查，伫个当地时间11日早起9点左右，有一个武装的查甫人，伊想要来弄入去俄亥俄的辛辛那提联邦调查局的大楼。这个枪手伊无法度成功弄入去，尾啊伊驶车走去。警方随着来封锁道路，要来抓这个嫌疑犯。伫个公路一搭休息站去发现到嫌疑犯的影迹。Less than lethal tactics were utilized at that time. They were also unsuccessful. The suspect then did raise a firearm toward law enforcement, and shots were fired by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on the scene. 结果，双方伫个互相开枪的时，嫌疑犯弃予警察弹死，加赛讲无造成警察的死亡。美联社引述消息讲，这个查甫人有可能是有参与去年1月初6国会暴动事件。安尼嘛，互外界联想到讲，是毋是甲 FBI 车背搜查美国前总统川普伫个佛州棕榈滩的这个海鸥山庄有关？面对外界的谣疑，美国司法部长伫个10日嘛头一遍出面来回应，证实讲伊本人确实有来批准这边的搜查。The department filed the motion to make public the warrant and receipt in light of the former president's public confirmation of the search, the surrounding circumstances, and the substantial public interest in this matter. 申请公开搜查票，这毋是普通的举动。司法部有可能是希望讲通互民众一个交代。不如个洛杉矶刑事辩护律师认为讲，这边的搜查会使讲是无情理，而且互人感觉真惊吓。Perhaps this wasn't the tip of the iceberg, but perhaps it is the whole iceberg. That this really all does come down to the government trying to recover these documents that they felt were, rightfully belonged with the archives and part of the Presidential Records Act. 搜查票是毋是真正会当公开？这要到爱搁看法院是毋是有批准。川普阵营嘛会当选择反对。CNN 报道讲，川普阵营已经有联络律师来讨论后一步要安怎做。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来看到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土地访问台湾，中国对台美的这个回应哦，拢是军事行动。美国本地按算要撤销中国这个关税哦，这阵重心早变复杂，甚至规个暂停。另外看到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香港因为情势已经无一国两制啊另外咧，有国安法的这个影响，人口是直直咧外流。另外嘛，创历史新低，敢若去年就11万人离开香港。另外看到英国 Times 报道，面对英国国内能源计数是伫咧起，斯纳克即阵讲，若是选调首相会计划取消来起价。另外看到 New York Times 报道，美国司法部长讲决定要敲锁掉 Trump 的这个别庄是伊的决定，另将即阵嘛来公开。另外看到 Washington Post 共款嘛报道这个 FBI 敲锁掉 Trump 别庄，消息人士是讲和这个核能武器真正有关系哦。另外，继续咱的这个哈总特别带大家来关心中国军演动作不断进行的军演下，这个东风飞弹引起着国际关注，各国拢嘛咧回应中国军演这动作。另外，看到讲咱国伫咧中科院10倍时阵要试射这个无限关度飞弹。另外，美国甲日本战机伫咧乌克兰联合做操演，共军呢是伫黄海、渤海来进行操演。另外，咱国这外交部，咱这个国防部嘛讲到，台美已经就这个爱国者3型飞弹钢定任务、甲监测计划等等军事武器买卖达成协议，为期4档半，计销拢总是25亿的这个美金，25亿台票啦吼，通有这个有效维持台湾空防甲敌空飞弹拦截能力。
美国2月批准1亿美金的爱国者3型飞弹工程的昆布，也有飞弹效能监测计划对台军售。经过台美多摆讨论，7月20达成协议来生效，8月11对外公告。这合约的执行到2026年12月31为止，为期4年6个月。合约金额调整为台票25亿2436万3241块，因有效来维持台湾的空防，对敌方弹道飞弹载落战力增加拍到比率。爱国者飞弹的使用联盟，那这样子可以让我们军事外交可以保持在一定的一个这程度，定期派遣就是飞弹指挥部的军官去美国参加这个 IESP 的计划，爱国者系统它的命中率会更加的精准。进前中共对台军演射击11粒东方弹道飞弹，这时阵咱国飞弹载落战力真受到注意。国防部证实已经加买爱国者3型精定型飞弹，规划114年、115年分配来完成交温家部署的作业。如果今天他飞弹的目标是打我们的国土的话，那我们的爱国者飞弹是有机会来进行一个拦截。美国继续军售台湾，日本航空自卫队11日公布，美国空军甲自卫队伫初到强军军演的期间，捌伫Okinawa周边进行共同训练，加强日美同盟的能力。中国外交部是连续多天批评佩洛西访问台湾，12搁再批评这是政治的表演。佩洛西拿所谓民主做幌子，为他窜访台湾找借口，这是完全徒劳的。中国军事动作继续，在就有高3场渤海实弹射击的演练。最近发动外海要强军电子侦察船将4架军舰来滞留。由中国28开始，伫台湾东部海峡关闭时间，会试射无限管的飞弹，是不是因此受影响来取消，也是延期？中国已表示也未讨论。记者自鸿报道。今日去对话哈总统，咱就要好好讨论这个台海局势吼。咱嘛讲到中国搁出这个新版的这个台湾问题白皮书哦。今日咱就邀请国政基金会李正修副研究员，郑先生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有影吼，咱讲到中共宣布，这礼拜军演来结束，世界各国咱看到讲支持台湾的日头吼声量拢是创新高。未来咱怎解读这个台海局势咧？确实啦，这个台海局势哦紧张，不过大家唔免惊吓哦。紧张是讲呢，因为中共哦无可能放弃，伊会威胁台湾的这个动作。而且呢，因为习近平哦，今年这个差不多10月11月咧，伊准备要连任第3任嘛，所以伊为着要表示讲，伊对台湾问题未放手，所以伊必须要有一个表态。而且呢，所以呢，伊趁着这个佩洛西访问台湾这个时机咧，特别放互迄个中共的军队鹰派来发射这个飞弹，还是踮咧台湾的这个周边咧进行这个海空演训。上主要是要透开一个啦，要透的对吧？要透一个，好，因演的安尼。是，当然，因目的是要台湾人民惊吓。是。第二个咧是互因内部来稳定。要稳定内部就对啊。是，所以呢，这个鹰派互因透开。是。伊表示讲，咱对台湾问题，对中共来讲，从因对台湾问题，因个应该控制。因个应控制，唔惊美国啦、日本啦，还是欧洲国家来支持台湾，但是就是用演的尔就对啊。当然啦，对因来讲，即马演的。看赢正拍 ，OK， 演的较赢正拍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因为这个咱讲台美关系这样好，佩洛西过来台湾，咱讲因回应的是军事的回应。另外，伫咧对台湾问题白皮书，咱讲吼，伫咧这个1993年、2000年了后，这是2022年的版本。你搁讲到统一的后呢？为什么讲到统一了？都还未统一咧？所以啊，对习近平来讲因为第一个这个。1993年，迄当阵是两岸开始咧交往啊。OK， 官方开始咧交往，所以因发出第一批。是2000年迄当阵是因为阿扁啊，OK， 当选是第一届民进党第一届执政，所以因该表达伊家己的立场。OK， 这届咧是习近平为着伊家己连任，所以一定要表示着伊对两岸关系的一个态度。是当然啦，对因来讲，用和平统一。是因上大的目标，和平统一咯。对。但是咱讲台湾人无可能接受吼，执政党也好，还是讲这个在野党也好啦，拢无可能接受。对，确实对伊，因为伊中共因即马伊所这个发出的条件来讲，
台湾人民是无可能接受啦，是无可能接受。不管是民进党啦、在野党的，譬如讲国民党啦，还是迄个柯 P 领导的这个台湾，嘿，拢共款。所以咱嘛看到讲香港的这个局势，互咱真大的这个警觉心吼。一国两制，但是这个白皮书内底也是讲到一国两制，咱台湾人无可能信到嘛。所以啦，因为中共这个野蛮的这个行为吼，互其实互台湾人正看到讲，不管怎样，当然无希望小战啦。OK。哦，因为小战受伤是台湾，不管是台湾还是台湾人民安怎，啊，不过国安怎咧？台湾人讲安怎？2300人、300万人感觉讲台湾是咱生活所在，不管你的政治的立场是安怎，啊，不过大家是感觉讲。国安怎都要守到这个所在，有影甲台湾守护掉啊！不是个咱嘛咧讲着吼，中国即阵话讲军演要常态化、数常化，啊，咱其实咱嘛有做一寡这个应用啦吼。佮回到台，咱讲中国的发动这个军演啦吼，其实嘛是这个美国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吼，即届的亚洲行程啦吼，不是个伊登到美国了后吼，煞互人逼讲，Pelosi 的这个后生无伫咧这个咱讲访问的名单头顶，但是人正就出现咧访问团内底，尤其佮含这个蔡总统来见面，就必证明讲，是毋是有这个商业目的？不是个佩洛西就是表示讲，伊甲后生敢若是陪伴尔哦，啊无啥物目的。但是另外这个消息更较重要 ，Wall Street Journal 伊就讲到，进前美国总统和拜登这个习近平通电话，这通电话，习近平是向拜登来表达讲，中共无要拍台湾这个想法，咱先做来看。佩洛西来甲总统蔡英文小解，这个查甫人，就是佩洛西的囝小保罗。这边伊是带团来访问台湾，不过伫官方的名单顶悬无甲列出来。美国福斯新闻主持人就要求讲，这个小保罗毋是官员，也是讲顾问，伊是伫一个理控公司内底，这边是带团来访问，甲亚洲的投资有牵连。That I had him come and I was very proud that he was there, and I'm thrilled, and it was nice for me. No, he did not. Of course, he did not. 佩洛西回应讲，因囝敢若是做伙来，甲商务无牵连。外交部嘛表示尊重访团的安排，这敢若甲提供协助。不过，《华尔街日报》伊就报讲，拜登甲习近平伫个进前阁有通话，习近平伊阁有警告讲拜登。佩洛西若是访问台湾了后，会产生的效果。不过，伊嘛表示讲，中方无意思甲美国来开战，双方拢需要维持和平甲安全。拜登最近也说了嘛，就是说他不担心台海的问题嘛。那么，所以表示说，拜登也知道，这只是一个演习，而不是真正具有这个军事进攻的意义在里面。丁书帆分析，中国以外交制裁借落手段来回应，不过未来升级军事冲突。不过，国际支持台湾，安尼嘛，互中国感觉真刺激。毋若抗议立陶宛访团来台湾，甚至佫表示立陶宛想要来修复甲中国的关系，上好是甲台湾办公室甲撤掉。对于立陶宛他们来台设处，我们表达我方的诚挚的欢迎。煞立陶宛了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嘛宣布讲要退出和中国甲中东欧的合作机制。美国国务院表示支持甲尊重，并且讲有愈来愈多国家对中国战略革命感觉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哇，有影吼，继续要来请教郑秀兄，咱讲到吼，这个拜习通话时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讲哦，无意思要对台湾来军演，但是中国回应台湾的这买手的动作，有影是乌白来吼，但是这通电话，伊讲无要意要对台湾军演，所以真正就头拄仔你讲的呢，拢用演的就对啊。确实啦，因为对习近平来讲吼，安那稳定着伊家己的权力吼，这是上重要的。安怎互伊家己即个第三任期吼，会用顺利的开展吼，这才是伊即马上关心的代志。但是，伊用回应的这个方式，因为军演落去，其实美国嘛是这个万切哦，尤其咱看讲本地中国要伊的关税要甲撤销，尤其咱讲进前这个川普时代无以前真假呢乌白战啊但是即阵因上要伊的关税要撤销无可能啊。即嘛是可能会延期啦，会延期，因为对拜登来讲伊嘛是爱徛着伊家己即美国总统的立场，所以伊袂用放伤软，有影，袂用放伤软，所以即个时阵呢，我是感觉讲美国甲中国一定会开始咧参详啊，看当时两个总统、两个领导者咧，当时会用
正正来面对面来讲话。OK。那到迄个时阵呢，才有可能在美中的关系才会慢慢来缓和下来。所以台湾可能也是一个奇异的个感觉，但是咱嘛讲着吼，中国这个国际秩序真正拢无咧遵守。虽然咱讲吼，可能未升关规个这个军事吼，这个对峙的这个感觉，但是对咱的外交战继续咧进行。咱讲 Lithuania、台湾就是安尼案例。这确实啦，对中共来讲啦，伊无希望讲台湾甲任何其他国家行伤我，行伤我，有影。而且是美国、日本，因为美国甲日本吼是上有可能会来帮助台湾。有影。万不幸，若是台海吼发生这个军事的冲突的时阵，所以因上惊美国甲日本甲台湾行伤我。有影。所以这个情形吼，对咱台湾来讲，咱其实唔免惊吓。咱继续甲外国人吼交好朋友，拍好关系。因为若愈拍好关系吼，甲咱台海的问题吼国际化。国际化哦。你若愈国际化吼，中共愈唔敢凊彩对台湾动有影吼，这个观点吼，真正咱讲吼，爱甲台湾问题国际化，但是咱嘛讲着吼，中国这秩序毋是咱台湾人亚线的吼，尤其韩国，哇，时阵嘛看伊这看出啦吼，尤其讲着这法系统，外交部长两个人拢讲会面好势，中国就讲，你允准过去，这个咱讲文在寅时代吼，三倍一限制这款法律系统，啊，中共吼，咱嘛看着讲，伊即阵去互这个韩国大洗面。是啦，确实啦，因为对韩国来讲吼。我国家安全是上重要。有影。我无可能为着要甲你交往，是，也是甚至讲为着我家己企业踮咧大陆的市场的探家，所以我放弃我家己的人。当然，迄是征调总统的决定，甲我这个其实无关系。有影，因是我总统已经吼展现我的这个态度，就是爱自我防卫我的这个南韩吼。所以咱讲吼，中国遮啦吼，你嘛免想这个唱秋啦吼。咱讲南韩政府还是讲规个这个台湾，拢总是看出。今日非常感谢郑秀兄来到咱节目现场，非常感谢，多谢。多谢。所以咱要带大家来看讲，这南韩政府12号是宣布这个咱讲主上任吼头改815，公布这个特别赦免的对象名单，拢总是1693人，包含上咧三爽电子副会长李在明和乐天集团会长辛东彬，主要这些商业人士拢伫咧名单内底。总统尹锡悦就表示讲，这是特赦，特别来重视通促进韩国经济复苏的这个人物。不如个前南韩总统李明博无伫名单内底。 경제활성화를 통한 경제 위기 극복을 위해서 주요 경제인으로서 이재용 삼성전자 부회장을 특별 복권。12日，韩国法务部长韩东勋召开记者会，公布尹锡悦政府上任头一遍的805共和节特赦对象名单，包括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镒、甲乐天集团会长辛东彬等，拢伫名单中。 韩东勋解说，政府要尽全力克服国家经济危机，为这样代志严选下面会当透过积极投资技术，甲创造就业机会，主导国家经济发展动力的商界人士，互因会当再一次参与经济。总统尹锡悦也伫前往龙山总统室的路年表示，这届赦免主要是民生甲经济的恢复。 李在镒因为乌西前总统朴槿惠甲崔顺实，去互人判处2年6个月有期徒刑。去年8月得到假释。虽然李在镒正式刑期已经伫7月底结束，不过根据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法，5年内就业活动会受限制。这届特赦会使李在镒会当重回经营3千工作。今年80岁的韩国前总统李明博无伫名单内。2020年，李明博因为接受三星电子等乌西甲贪污罪，互人判17年有期徒刑。 公司新闻王亚峰编译。过来镜头来到加拿大，这个上大城市 Toronto 礼拜4中昼是大熄电，一台天车弄到高压电的这个电线，致使当地主要商业区乡拢总熄电。袂少企业员工呢，都爱伫暗蒙蒙的这个环境内底来办公哦。啊，这个 shopping mall 啊，是讲做这个业者拢无法度来做生意。 袂少人又搁受困伫咧电梯内底，停电8点外钟了后，危机才完全解除。电子看板乌妈妈交通部也无倒来运作，原本闹热的市区因为停电变甲真混乱。加拿大上大城市当时也是金融中心的多伦多，在中昼是无有经大停电，民众一直问发生什么代志，大家拢唔知要安怎。 One's first thought was, oh my God, are we going to lock down? Is something happening? I'm going to go to Eaton Center, but I'm closed.
雄雄来停电，原因是在大型的起重机弄到过压的输电线，则造成多伦多主要商店区断电。事发当时正是大家食饭的时阵，未少人掉伫电梯内底喊救人，有名国不中心也赶紧来疏散世界人。加上当地进驻真侪企业甲银行，也有餐饮业者无电就无法度来做生意，唔知要哪作业。It was during our lunch rush and we had so many reservations today, and so it really inconvenienced so many people. 这场大停电停8点钟，电力才慢慢来恢复。广视新闻是婉玲编译。咱讲到全球已经进入老年化的这个时代哈，为着要互养老院这个时代，通保持头脑清楚，机体动作卖退化。伫咧 Austria Vienna 有一间养老院，因伫咧2冬进前就开始咧计划哦，计划啥物咧？互阿公阿嬷家己来激这个麦芽酒，就是米露啦吼。无想讲这个阿公阿嬷摆这麦芽酒米露，真正接市，佮送去到其他养老院餐厅来去卖，卖甲真好势。每一个礼拜四的早起，指定住伫个养老院的阿公阿嬷，就相甲做伙，甲养老院的这个所在变做一个小型的激酒的工厂。亲像这位阿公，甲麦啊，甲其他一寡要用来做米露的原料倒入去桶仔底，另外一个阿公就伫边仔倒3共拿这个原料。啊，阁有过来的坐伫边仔的阿公阿嬷，因是负责甲标签的大纸搭去你米露的杆仔顶头。虽然动作有较慢淡薄啊，但是拢做甲足认真的。这是伫奥地利维也纳的一间养老院，养老院的管理人员讲，因是伫2年前开始推出这个计划，互阿公阿嬷来学做麦芽酒，主要是要透过这个活动，互老大人保持头脑，啊，阁有骹手的动作，袂遐尼紧就退化。结果变做是这阿公阿嬷每礼拜上介介意，阁上介期待的活动。Man trifft sich, man spricht darüber, man macht seine Witzel nicht darüber und so vergeht ein Tag, ein schöner Tag, sagen wir, ne? Ja, nein, ich arbeite überhaupt gern. Ich habe gerne Beschäftigung, ist wurscht was. 养老院管理人员讲，因甲阿公阿嬷激麦芽酒所使用的配方是非常传统，甲当已经有伫要200年历史的老配方，所有的成分拢是奥地利维也纳出产的物件，所以啉起来口味真特别。原本只是用来训练阿公阿嬷的一个计划，想袂到这种老口味的米露竟然足受欢迎的。因即马一礼拜做差不多150罐的米露，会送去维也纳30间养老院的餐厅，无到一时啊，都拢卖了了啊。啥人讲老就一定无好？这养老院的老大人用老配方做出大家拢学到甲会搭志的阿公阿嬷牌的米露。记者甘恩恩编译。以上就是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明张伟明，后一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会。